歡迎大家嚟到與林醫生對話呢一個 YouTube 頻道。Eva 咧，可以咁講就係喺安老服務裏邊嚟講咧，係一位老行專，縱然好年輕，即係已經有護士啦、營養師啦、語言治療師啦、物理治療師啦。頭先我嚟嘅時候又見到我哋全香港最資深嘅老人科顧問醫生吳醫生啦，即係你哋係幫香港係測試咗一系列嘅即係樂齡科技嘅產品。到現在為止咧，我哋有90% 係成功移除咗尿喉㗎。嗱，如果真係完全復康返屋企咧，我哋有成30幾個%。